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1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继续关心苏丹红上新的消息。嫌球仔粉内底验出会致癌的苏丹红的这个风波，要持续伫咧增加。即马高雄地检署嘛查出丁赞胜利的负责人，以亲戚朋友的名义伫咧台湾设立10间公司，还佫伫咧中国农村买嫌球仔粉的原料做进口甲加工。查到胜利的负责人，还佫有2个女性的员工已经升压，为法院裁定这3个人交保，检方嘛提出控告。致癌的苏丹红辣椒粉代志也未煞，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继续扩大检验了，初步搁再查到丁站国际贸易公司2件无共产品含有苏丹红，总共21000公斤，流向台北、桃园、新竹、南投、台中、中华等9个县市。下楼厂商搁再增加11间，卫生局除了处分停业6个月，还搁追加重罚120万，总共加起来即马已经罚438万。于3月8日晚间再检出一批含苏丹红成分、内含2个有效日期产品，均检出含有苏丹红成分5到22 ppb， 限量标准不得检出。刑检查出丁站姓李的负责人，用亲戚朋友的名，伫台湾开10间公司，并且伫中国农村收购辣椒粉的原料进口加工。法院裁定负责人甲2位女员工交保，检方会提控告。法院审理后，认被告3人虽有上开刑事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灭证、逃亡等情事，但相关证物已经本署查扣，而无羁押之必要，预支以80万元至2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本署检察官将对此裁定提出抗告，后续亦将持续清查比对相关账册资料，以厘清案情全貌。桃园市卫生局讲，经货币食品使用保险公司含有苏丹红青辣椒粉原料所制作的产品，维护桃园16间食品业者，拢已经通知下季回收。对苏丹红辣椒粉卖到全国去，搁再新增加白胡椒粉加沙茶酱内面有苏丹红。卫生部讲会伫1个月内完成后市场查检，甲规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拢查好清楚。1月内我们会把这些来龙去脉，这一些含有苏丹红的这一些辣椒粉的去向把它完全厘清。如果说末端的业者他自清那自我检查，或者请他上游提供原料的这一个厂商出具到一个检验的证明，那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解决。明天食药署会找这个相关的工协会那召集他们一起讨论这个有关于自主检验的这个事情。食药署一直到3月初8，总共下架加防治问题辣椒粉加产品15万2000公斤。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中国核电厂2022年排放的核废水、辐射物质产的量是比日本福岛第1核电厂要搁较悬，去年产的量甚至差到9倍。再来看《中国时报》，今年国中会考3月初9完成报名，5月18到19会考试。根据市务会统计，这届报名人数计共有19万2100多人，比去年减6500多人。那创下历史新低，也是连续第3年报名人数高达20万人。过来，咱来看《联合报》，中国全国政协会议昨天闭幕，会中通过政治决议，有关台湾的部分，强调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是全数通过。今年政协的政治决议是自2018年以来头一届明确写出和平统一。金门甲厦门的海峡情势是真紧张。查到有金门的民众通报讲，因伫咧船仔动态的系统发现去互超过60只不明的船仔包围。加在经过海巡的调查，确认敢若是有装信号标的中国的渔网仔。另外，伫咧新竹香山的外海，最近嘛有中国的渔船仔掠鱼掠过界，甚至破坏咱渔民的渔网仔。
渔民的口气真无奈，因为看到家己伫新竹香山外海捕食的鱼网一看，全部已经互破坏，还佫出现大量的拖网，疑似都是边仔中国真大的铁壳仔船所做的。海巡署中部分署证实，有3只中国籍渔船车入进入咱国领海区，大约伫苗栗外部西北方6海里，因过迄港海上清歹，采取雷达监测。中国一直亲门大户，还佫金门民众找到早起8点外，伫下当及时监测那个海域时刻为各种专家动向的准备动态资讯系统上，发现一堆属于无具体说明准备的铺设标记。出入金门禁限制水域附近，数量大约50-60只，还佫惊动金门县府甲国安单位。毋过金门海巡队调查了后，确定是中国渔船的铺网，顶头有自动辨识信号，才会伫系统中显示，互大家行一条。蛮普遍的这种现象，大概推广就很多啊。我觉得现在可能是试射，现在两岸关系互动比较差然后又有那个之前所谓撞船事件，可能气氛比较敏感一点。顶日中国快艇标准案，淡江大学英语教授赵春山解读，中国民间强烈欢迎，可能加速北京推进统一速度，也毋有学者持无共的意见。谈了15人就表示说，其实中方他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借这个事件做一些认知战。如果说要谈到什么动武啊，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危言耸听啦。当日本认为，中国无意将金门事件相关做台海冲突，也毋过会趁机会进行认知战。评判未来两岸关系虽然紧张，也毋过有关会当控制。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有风面通过，了后东北季风或者是大陆冷气团卖落南，到暗时各地气温就会开始降低。咱做伙来看温度。北部甲东北部愈暗会愈凉冷，按算低温会到13度至15度，其他的所在是16度至18度。受到风面的影响，各地水汽嘛会明显增加，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建议民众若是出门，会记得早雨伞或者是雨伞。这2天这波东北季风或者是大陆冷气团会持续影响到拜2、拜3。今仔日因为风面通过，各地天气会较无稳定，尤其是中部以北会开始落雨。因若水汽甲温度的条件若是有较遐，3500公尺以上的悬山有机会落雪。因若后一波变天的时间会伫咧拜5、拜6这2天，到时食方便的水汽会增加。规个看起所有物件拢有嵌一层薄薄的雪，袂输敢若是梦幻的云白世界。吹10早起，玉山气象站的雪已经落到1公分高。受到华南混合气象东平线影响，气象署讲，因为水汽甲温度拢配合，拜日进前3500公尺以上的悬山，拢有可能落冰沙巴或者是局部烂山的雪。因为水汽比较多，所以可能降雪几率会比较稍微大一点。但是呢，后面的话就是降雪的这个高度可能会上升到3500公尺以上。8月早起，因为方面通过这波冷空气，有可能升级变做大陆冷气团，所以各地天气会变做无稳定。中部以北是明显的落雨，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估计这波东北季风或者是大陆冷气团会影响到拜3，温度才会慢慢回升。不过这礼拜天气有2变的变化，第2变将是拜5、拜6，华南的水汽会挖来台湾。14号、15号基本上是逐渐的转成偏东的风向，所以这2天温度会稍微的回升一些。不过在最后2天呢，因为华南附近这一带的水汽又逐渐的往台湾附近输送，所以导致这个水汽会稍微增加。10个10日2天，北部、东半部加中南部3区，拢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17，各有一波方面的来，天气有时寒有时冷。气象署提醒民众注意温度的变化，若是天气冷时阵，衫就要加穿一领。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今年的天气较烧热，嘉义阿里山的樱花是比樱过提早1礼拜开花。阿里山的樱花季嘛呢起果，昨晖就有真侪民众去山顶看樱花。
看到已经开火的烟火来到阿里山的民众，大家都咧找好的角度，要甲烟火来翕相。民众讲，阿里山的烟火看起来甲别位的无共款。很棒，很棒啊！很开心。怎么说？因为这个樱花其实跟外面看的不一样，因为这边是白色，一般我们在街道上面都是看到粉红色的，所以很漂亮。看这花开的呢，真水啊！哦，真水啊！嘿，新鲜很开朗。嘉义县阿里山的烟火季为3月初10开始，一直到4月初10，加强31种烟火的烧连线来开火。林业保育署嘉义分署指出，今年的天气较烧热，所以花期有提早。咱全区的整机会，即马目前是规3社到4社，啊，过来换大岛樱、普贤象樱、高沙樱、渔叶樱，啊，甲咱台湾的渔叶兰吼，拢会盛开。伫阿里山工作站头前的银行，即马嘛已经全部开火。工作站表示，银行为去年开始都请手啊医生来照顾，所以烟火即马真健康，开火状况嘛真好。民众会当把握时间来阿里山感受一年一届的烟火季。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提早，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初10回应教宗方济各提出亚白旗谈判结束战争的这个讲法。伊讲伊敢若会亚威胁甲拿下乌克兰的国旗，永远都袂亚其他的旗啊。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回应教宗方济各亚白旗的讲法，讲乌克兰永远袂投降。伊伫 X 大文讲，上强的人是正义甲邪恶伫咧对抗时阵，徛伫咧正义这边。乌克兰的国旗是黄色甲蓝色，乌克兰永远袂升其他的旗啊，并且讲伫咧二战期间，迄当阵的教宗庇护12世，对纳粹的暴政拢点点点，希望梵蒂冈唔能够安尼死。教宗方济各是伫咧接受瑞士广播电视台 RFI 采访时阵讲，乌克兰应该要有勇气亚白旗，用谈判结束甲俄罗斯的战争。Quello che vede la situazione, pensa al popolo e ha il coraggio della bandiera bianca e negoziare. Il negoziato non è mai una resa, è coraggio per non portare il paese al suicidio. 乌克兰基辅大总主教舍夫丘克对教宗的这款言论也无认同，认为乌克兰受伤，但是无被征服。因那梵蒂冈解释讲，教宗所谓的白旗，并不是叫乌克兰投降，是停止敌对行动，用谈判的勇气达成休战。因那白旗这个词也不是教宗主动讲的，是记者伫咧问问题时阵讲到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来关心以海的冲突，为着要求政府停战，以色列的民众伫咧高速公路甲路扎起来咧抗议，警方动用高压的水枪来赶人，有不少示威者拢去互警方抓起来。嘛因为加沙地区人道危机的问题真严重，美国暗算要伫咧加沙沿海地中海做一个用来提供救援物资临时的码头。受伤的民众被逮伫咧阿门土地下骹，民防部队的救援人员想要甲救出来。以色列伫咧当地找到透早，再一遍对加沙地区进行空袭，其中一栋大楼被攻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9个人死亡，也有真侪人受伤。有一阵要求停战，甲哈马斯组织谈判连接释放的民众，进前5个月，逐礼拜拢伫咧首都特拉维夫抗议。因找到伫咧高速公路顶，甲路封起来示威，也有人倒伫咧路中，警方用喷水甲骑马赶人。因为一直有人走去咧高速公路抗议，警方用炸弹甲民众挡掉的，也有人互警方拖到路边暂时拘留。We have here, like every Saturday, we have a rally. This weekend is dedicated to the women that are still in captivity. 19 women that are still there. Even though all the agreement that we had that the women were supposed to be released, they were not released. 以色列继续攻击加沙，和加沙人道危机愈来愈侵悬。伫空投救援物资了，美国准备伫加沙沿海地中海去海上临时的离岸码头，甲连接到海顶的站桥。这份设备的必胜将军航母旗舰已经出发到当地，估计会动员1000位美军，用60天来建造。完工了，一天会当提供200万份的餐点。另外，欧盟准备伫咧塞浦路斯到加沙之间建立海上援助走廊，将会先由西班牙 NGO 非政府组织主动天开双手的这个组织的救援船，天开双手后，伫当地时间初9，伫塞浦路斯沿海城市拉纳卡拖一台顶头载着200吨食物的平底船，先送去加沙救援。公司新闻但是党编辑。
美国众议院能源兼商业委员会提出法案，以50票比0票全数通过，要求中国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对国际版的 TikTok 撤资，要等到222。所来，这个法案众议院会伫后礼拜审查表决。伫 TikTok 平台顶面公布规版的广告，以阻止 TikTok 关起来为主题，呼吁民众发声联络国会议员，卖互禁止 TikTok 法案过关。不过，这款的广告时间压力，敢若带来反效果。There were 50 ayes and 0 no's. 美国众议院能源甲商业委员会以50比0通过法案，要求中国字节跳动伫6个月内对 TikTok 撤资，若无软体的全面收起。Using the geolocation of the user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member of Congress to call a foreign adversary-controlled media, social media ad. 尽管 TikTok 强调未甲德国政府分享美国用户的资讯，美国依然是坚持来打击。因为台湾也甲 TikTok 看作是危害产品，也毋过是法度全面来禁止，又应该安怎来执行，也无定案。China is, wants to invade Taiwan, really could push out information to young people saying it's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destabilizing the situation. It could really misinform and galvanize support against U.S. interests. 抖音在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对台湾的一个公司跟代表，不容易从本身的外资的这个结构直接禁用服务的方式来进行，比较能够执行的做法，还是希望可以建立对平台的直接的联络管道，明确的违法是由一些内容来做控制。禁用 TikTok 干涉国安加言论的自由，即阵公部门设备禁用，确实无法院的依据，会使扩及到民间。学者建议，相关的单位应该甲 TikTok 建立联络的管道，伫出现错误假信息时阵，才法度及时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爱尔兰伫咧国际妇女节这一天进行修宪的公投，希望删除宪法内底对女性已经过时，也有性别歧视的用语。不过，这2项公投是拢无过关。有不少民众认为讲公投案用词的定义写了无清楚，是这届投票无通过主要的原因。Lín na vótaí I bhábha an tógra, 300 is an óga 3 mhíle 53. Lín na vótaí I gcuine an tógra, 1,000,000 100 is a car 10 mhíle 600 is a 50. 在了公投选举会官员宣布票数，下面一定有妇女的呼声。西亚国家爱尔兰在国际妇女节迄一天进行公投，希望修正宪法内底对女性过时也有性别歧视用词内容。公投的2项内容内底，伫修正家庭组成也有母亲的家庭职责定义。头一项按算甲家庭的定义，为传统用婚姻做基础的家庭，扩大到包括同居的伴侣，也有因的囡仔的长期关系。第2项公投想要修改母亲的家庭职责内容，而且承认家庭成员会因为互相的感情联系来提供照顾。这是1937年以来，当局头一届对宪法41条内底妇女相关用词进行修宪的公投。在公投进前，真侪民调拢显示公投如果会顺利过关，而且所有主要政党拢支持这2项公投。也不过最后结果出来，所有全部拢予否决。真侪民众认为是因为公投内底用词定义无清楚。Because of the lack of clarity around the durable relationship. I'm just concerned about the ramifications in the future, and I'm not happy that we wait till it's defined by the courts. 第头一项公投内底赞成的比例是32.3%，第2项只有26.1%。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表示，政府责任说服民众去投赞成票，也不过真明显无做较够。公投结果对当局政府来讲是一届重大失败。真侪民众是认为修宪的变化等于是伫宪法面顶保护真侪占伴侣的制度，而且稳准移民家庭团圆，增加移民的人数。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南海伫咧北京的西社区，是中国国务院等等重要机关办公的所在。最近是召开中国2回真敏感的时刻，车闸传出一台轿车冲对正门，想要弄入去。安全人员甲武装警察是紧马甲抓落来，而且随甲这个驾驶拖落来。菲律宾甲中国伫咧南海紧张的局势持续加悬。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积极甲美国等等几个国家签署安全协议。根据菲律宾国防部的讲法，
像去年中国海警船向菲律宾的船啊，笑军事级雷射了后，就已经签署或者是登录协商的国家，至少有18个。第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伫台湾时间今仔日透早举行，宫崎骏的新片《苍鹭》甲少年摕到最佳动画奖，这是新闻下路了后摕到第2座奥斯卡的最佳动画奖。高达又是唯一一个摕到这个奖的日本人。镜头转来咱国内，今仔日 NCC 主委陈耀祥要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不过面对 NCC 进前真侪争议的事件，国民党立委洪巧玲质疑讲，这个报告是无啥内容。也那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批评讲，报告内底有真侪拢是抄去年旧的内容，伊建议归去定写。最近几年 ，NCC 同团会争议事件间接出现伫新闻顶面。立法院交通委员会11排定由 NCC 进行专案报告，不过会议还未开始，知影定也就一直真不满，一直被批评。但我看 NCC 的业务报告，我必须要老实说啊，那个写作的水准比小学生照抄作业都还不如。看大家是不是要求啊，陈耀祥主委把那个报告退回去，叫他回家重写。专案报告里面呢，4页有文字说明，大概1-2000字吧，基本上就是把现行的法规的条文作为他的报告内容，有哪些有换照，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执行完毕，这些是一字未提。黄国昌指出，业务报告因讲有7成拢照抄去年的内容。捌做过 NCC 委员的立委洪巧玲指出，甲广电事业申请换照相关的专案报告内容真空。近3年多以来 ，NCC 陆续传出处理中天新闻换照、经电视上架、3日入股中加这争议事件。不过，民进党团总调黄建明认为，有一寡案件也伫审理中，无法度创造其他超出这阵事实范围的报告内容。7成是超过去的，因为事实只有一种嘛，有关于中天的问题嘛，那提告也在1审，也有在2审嘛，但是呢，这些都还没定案嘛，而且那都是不同问题，所以事实就是如此，他不可能再创造更多的事实给你看嘛。增设换照都是按照那个法律的条文上面。第二个部分，我是真的是毫无所悉呀。也那 NCC 主委陈耀祥进前已经表示讲，7个任期改完了后未续任，军乐团有意提名副主委王必忠来接任。对此，王必忠是回应，甲即阵拢唔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伫台北市大地的基泰建案，去年害附近的地基裂去的这个事件，基泰建设要举办赔偿的说明会。不过，今日邀请愿意接受3大技术工会鉴定赔偿金额的民众。而且唔互民代甲媒体去参加，都受灾户即支市府拢无咧管。因那市府表示，因会派人去参加，若是好解超袂成，就要求基泰照鉴定金额提存1.2倍互法院，来确保受灾户的权益。标点的必顺真明显，而且下面全拢是漏水过了后黄去的水粒，也阁有林村河的态度继续落。一楼到地下室严重必顺造成地下室淹水，24点钟拢爱抽水。去年基泰大地因为施工无适当，造成4棵的徛架发生严重损灵事件。也不过185天过去啊，所有损灵户的厝的状况继续恶化。基泰损灵事件之后，他们家地下室这里整片地上全都是积水，所以才会打了这个沟，想办法把水给通出去。陈义军表示，农历年前3大工会鉴定有198户，爱赔偿176个所在，总金额是1668.3229块。不过受灾户一直等无结果，即马期待12会举办赔偿说明会。不过这邀请有意愿以3大技术工会鉴定的赔偿金额为和解条件的民众，引起受灾户积极北市府无咧管。本来想处理的目标就是针对一些比较单纯、你比较没有争议的，优先让基泰可以跟他们谈成和解，赔付他们的金额。应该是属于损坏的补偿，不是损灵的所有，要把它搞清楚。也会有些具体方案，然后让他可以再交流，听一下他们的意见，这样。警管处表示，伫损灵鉴定期间，已经要求基泰修复受损户，态度帮他们处理后，损害增加部分已经请专业技术工会补偿鉴定，会甲赔偿金额纳入3大工会上基尾鉴定报告中。
若民众与基泰无法达成共识，民众可依损林规则提出调处程序。监管处强调，说明会不是市府办理，也毋过会派员联系。若双方和解协调未成，市府会要求基泰将鉴定金额的1.2倍提准法院，以确保受损户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伫台中大坑的山区，昨昏有一台沙石车落架咧转弯的时阵，无设二转并车，而且可以缀到边仔的一台旅行车，造成一对母仔囝重伤，送病院急救。根据目前的调查，这个沙石车的驾驶伊的酒测值是0，初步研判可能是因为载货载了伤重，佮拄到落雨天所致。这台沙石车在伫咧台中大坑山区有一段正长的路径连锁弯道时阵，车身正明显向正边偏，车背粉失去控制并车，正边外线道拄好一台白色的休旅车，互伊跌甲密密毛毛。应该是来不及刹车，对，因为他下坡的时候有速度比较快一点，对，他转弯的时候来不及啊，然后整个重心都往外偏这样。对，当时在下车道看的时候，就车子已经被变成就是挤成一团这样子。车祸发生伫咧最10早起9点16分左右，警消接到报案，讲一台自北屯区东山路驶向市区方向的沙石车并车，消防局出动10台车22人到场抢救。初步看起来是沙石车载伤重，也有落雨落较骨。疑似因为一台砂石车载货量过重，行经弯道的时候，因为天雨路滑不慎打滑以后翻覆压到隔壁的自小客车。所以造成这起事故的发生。沙石车59岁姓苏的驾驶轻伤送病院，酒测值是0，简单治疗了，已经出院接受警方的调查。不过休旅车内面一对母仔囝，43岁姓廖的妈妈救出时阵人已经乌卡，送病抢救了，恢复喘气心跳，但是肝脏侧壁伤、腹内出血、排骨断气。19岁后生脑出血、头骨断气，2个人拢紧急开刀。妈妈是因为欧卡来的，经急救之后有恢复呼吸心跳，然后检查之后发现是说有肝脏撕裂伤的情形，并合并那个腹内有出血的现象在，加上肺部有肋骨骨折，还有挫伤的情形。目前的话去做血管栓塞术，然后去做止血的动作。拖吊车甲并记的沙石车拖离现场，休旅车的残体是送到交通分队。警方讲，这嘛正伫咧调查沙石车是毋是有超速、超载，希望赶紧查清楚规件代志原因。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同款是台中的消息，有民众检举讲，伫台中太平有一间工厂，这间工厂有饲狗仔，不过那像发生是虐待狗仔的事件。民代甲市府的人员赶去到现场的时阵，遐煞是空拢无半人，而且门嘛拢锁掉咧。动保处表示，若是确定有虐待或者是伤害动物的情形，会当以动物保护法上当罚75000块的罚款。狗仔带着封家的嘴烟，边仔的人是出拳甲拍。台中太平区一间工厂传出疑似虐狗的事件，狗仔去互铁链仔绑伫咧条仔无所在的汤米，只会当拍伫咧涂骹皮出。过程全部拢向附近的徛家收落来。高和平台接到民众通报，到现场来救援。赶快把这只狗救出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有需要让它那么残忍的对待吗？民代甲动保处的人员到现场，发现工厂假日休困，并无拄到人甲狗。现场是开立封锁的通知单，10号早起厂房医院大门拢锁掉的，并无人回应。台中市动保处强调，拜一上班日会搁再派人前往，确定狗仔的健康状况。本处收到讯息，就派人到现场去进行了解，但是在现场并未发现饲主跟犬只，然后我们会在礼拜一的时候再派员到现场去访视，看看犬只的健康情形。附近民众私底下表示，疑似受虐的狗仔正曾经发生咬人的状况，场主已经转送善心人士收养。动保处是表示，若是确定有虐待、伤害动物的代志，会依照动物保护法第6条，处行为人1.5至7.5万块罚款。记者台中报道。这礼拜就要举行电价审议会，有风声讲台电研究2种方案，一种是政府补助1500亿，一种是1000亿，这2套调整电价的版本。那准讲政府补助1500亿，4月份整体电钱会起10%，若是干那补助1000亿，电钱有可能会起到17%。针对这点，经济部嘛研究新的方案来应用。
会设定用电超级大户，纳入一年用电量超过50亿度的半导体业，像台积电等等的产业会头一个受到影响，因为电钱上济会起价25%。半年一摆的电价审批委员会，即要伫即礼拜召开，突然出4个电价，一年过去将近20年动起来无起的民生用电嘛要起，引发民众有无感声音。慢慢涨你可能比较无感啊，一次涨觉得涨很多，没有办法承受。最好是不要调涨，现在经济不好，大家生活都很困难。传出中央会补贴台电的亏损，台电准备2种电价调整的版本，假设行政院补助1500亿，4个电价平均起伏是10%，若补助1000亿，起伏有关到1.7%。传出经济部也建议新的应对方案，会精细用电超大户类别，加整体起伏控制伫10%。安尼一来，民生基本用户只需要起5%，民生高用电加小商店起10%，一般的产业用户起15%，用电超大户是起25%。像是年用电超过50亿度的台积电是首先受到真大影响。优先争取政府的补贴，再去谈说电价是不是可以稍微让我们也合理的去反映。那当然怎么反映就由审议委员会那边去决定。现在的能源政策不做任何调整的话，那核3的1号机在今年7月就要停止运转，所以下半年等于核电的发电量又少了几十亿度，将近100亿度的那个电哈。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那台电的亏损当然就会持续的严重。专家认为讲，无论是多一种电价调整方案，拢无法度解决台电了钱的问题。呼吁政府重新思考能源的政策，互核能厂来演绎，才法度解决台电一直了钱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华鹿港有保留真侪传统的信仰文化，包括真侪庙寺，也阁有宗教科技等等。其中王爷庙就占超过一半。在地文史工作者陈树贤就针对王爷庙来做研究，即马伊甲伊30年研究的成果写做册，嘛带大家做伙去行踏，了解鹿港的信仰甲文化。所以在众爷内底很特别哦，咱等下礼拜内底看伊的神尊，伊是明代的一个将军啊，伊这个将军是刘挺啊。参加文史行大民众，真少听文史工作者陈树贤解说鹿港为灵庙的历史。这间庙拜的是有老大岛称呼的明朝将军，属于鹿港的合江庙。所谓的合江庙就是施东时在清朝的时代，伊的新建甲重修是阮鹿港的地方的士绅甲鹿港的八交商业工会的组织伊来出钱来新建的。咱有机会有更较了解咱鹿港在王爷庙的迄个所有的细节，这王爷庙会反映出足侪鹿港当地迄个清朝时阵的历史背景。本身对咱台湾的历史文化和民间信仰研究真有兴趣，所以就趁这个机会来听树贤老师的文史行踏。陈树贤表示，敢若是鹿港街仔都有60多间庙，其中王爷庙占一半以上。伊30多年前开始调查王爷庙的信仰文化，记录暗访、送花神、送春牛等等的传统科仪。阮送春牛就是甲南部的送王同意思嘛，但南部的送王是固定时间3年1科，但阮鹿港上特别的是王爷降价之时才有办所以我30几年来，我拄着送春牛就是送王加记录着4遍尔。中华鹿港庙宇侪，尤其佮分做合江庙、角头庙、人君庙、宗亲庙。陈树贤也甲前年来的记录调查出册，举办文史行踏活动，望大众认捌鹿港特殊的信仰文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台南的七股，前一阵有举办一见香雕艺术季，这段时间是声袂少游客去遐行踏。这创作团队用汉洋的废弃物打造的地景艺术，嘛有得到德国的柏林设计奖。蚵仔壳更做伙真侪海洋的北岛，一粒一粒浮球代表海洋，各有各种海洋废弃物糟蹋做海洋世界。这项装置作品是艺术家和在地蚵仔农合作完成。第7个盐埕的一件香雕艺术季展览，而且嘛摕到德国柏林设计奖银奖。我们都知道柏林设计奖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参与跟竞赛者。那我们也把我们今年的一件双雕艺术季的作品
去报名参加。那我们也很高兴，他荣获了我们是一个银奖。创作团队利用7个在地盐埕文化甲渔业，收集海洋废弃物，甲打造做地景艺术品，表达永续发展、保护海洋的理念，嘛要提醒民众守护环境的重要性，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台南，也看到了云嘉南，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盐田、我们的盐文化不只是实用而已，它也是一个艺术。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一件香雕艺术季，甲盐雕和地景艺术结合，为去年12月16日开始，配合台湾灯会活动，同款是等到今年3月初10煞果。管理处表示，规划这个活动都用3个月，隆重清出超过10个吨的海洋废弃物来完成作品。唔但要呼吁民众爱珍惜环境，嘛要宣扬在地盐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甲海洋废弃物摕来回收再利用的，也有分林烤蚵。这海产是真出名，不过每一年拢有真侪蚵仔壳变做是废弃物，唔但蚵分解，也会造成粪扫的问题。艺术家陈贤武就带一群少年人，利用蚵仔壳结合在地文化来装塔饼面，而且想要甲这打造做上派的传统渔村。甲蚵仔壳黏伫红砖仔顶悬，扫落来摕油漆来画，经过几若工面烂的设计，最后完成100美丽的壁画。这是云林出名的渔村口蚵乡，是台湾蚵仔甲蛤蟆的重要产地。毋过，大当所有900吨的蚵仔壳爱清，毋但环境恶分解，嘛找无所在等。为了要替家乡尽一份心，艺术家陈贤武就带少年人做伙用蚵仔壳来装塔壁面。希望说把这些废弃的东西可以再做一个有价值的呈现。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大家的思维，我们就利用这些废弃海废的东西，来做一个装饰艺术。就是说在墙壁上呈现一个我们在地渔村的特色。陈贤武表示，伫咧画图正前爱先找到适合的壁面，找到了后爱得到出资的同意，才会当开始创作。加在居民拢真介意，目前完成300壁画，分别以实农教育、渔村风景、甲金湖万圣夜传说做主题，用当地元素结合的艺术，让作品呈现出渔村的特色。我们希望说，我们以后的口湖乡是一个非常优的科贝艺术乡，整个是用科贝来制造。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在营造的时候要有在地的文化、在地的生活素养、在地的素材来做呈现，有在地的特色。指定在地人想要解决海洋废弃物的问题，用蚵仔壳画壁画，毋但改善环境，嘛替老旧的建物增添出新的面貌。但贤武表示，希望未来会当争取愈侪资源甲经费，甲口蚵打造做蚵仔壳艺术之乡，成做上派传统渔村，带动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在一般的刻板印象内底，修理奥多拜的师傅大部分拢是查甫的。不过在屏东有一间奥多拜店。修理奥多拜的师傅是一个敢若20通岁的查某囡仔，伊虽然要少岁，不过因为功夫好，做代志嘛顶真，人客是拢学落教。老板，甲奥多拜看好洗换乌油保养做记录，来检查是一点仔都袂凊彩，态度顶真，互人客真放心。不过今开始看到收车的乌手是一个查某囡仔，有人客老实讲，确实有怀疑过讲，敢正经做会来。这么瘦小，对，搬得起摩托车嘛？结果他放下摩托车那一刹那，他牵上去的时候，其实吓到。哪里来的那么大力量？检查轮胎每一个步骤做得很仔细，你就觉得说这是真的有这个功夫在的，很专心的把摩托车交给他处理。可能一些男生感觉比起来的话，就是我会感觉他比较厉害这样，而且是女生。查某囡仔学做优先稳，伊高中毕业的时无目标，唔知影要做啥物，也因为厝内开机车行，老爸要求伊休学一档，踮厝学修奥多拜功夫，互优先稳决定做乌手这道。一开始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个？就是因为很少女生会想要，其实那时候心里也是蛮抗拒的。但是后来是我接触到骑摩托车、骑挡车，就是越来越有兴趣。我身边的朋友他知道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呢，他们会来找我用车，就是对这份工作更有成就感。
普遍的观念会想讲，小倒摆乌手爱男性才做会来。有新闻讲，伊嘛捌想要西装打扮，毋过伊伫咧修乌倒摆过程当中，找到家己的价值，伊要继续精进修车的技术，互人客骑车通愈安全。有新闻伊用行动证明女性做乌手一点仔都袂较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爵士钢琴音乐家柯立婷，为着要追求音乐的梦想，伊离开舒适区啊。去澳洲学爵士钢琴，回来台湾了后，2021年发行伊头一张的演奏专辑，一个手就入选金曲奖。这一届伊甲德鲁古作为囡仔，因美妙的声音结合爵士音乐，用心制作有台湾味的专辑，要来分享给爱音乐的人。单新专辑内底，爵士乐曲同款轻快。爵士钢琴音乐家柯立婷，较早为着追求音乐梦，放弃电脑工程师正好的薪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爵士钢琴。等来台湾了后，伊开始圆梦，煞因为疫情，筹措经费的过程特别辛苦。伫美奖的原作，2021年底顺利发片，一声都入围金曲奖。各个国家都会有融入自己的文化，然后再带入一些爵士音乐。那我就觉得，那我回来台湾做，我也觉得我就是想要把一些身边的就是文化带进来。伊伫澳洲进修的过程，一直想等来台湾了后，制作有台湾味的爵士音乐，所以去花莲的偏乡国小大课教音乐，接触到当地太多古族的囡仔，也为因单纯的声音感受到生命力。原本大家想到的一些可能都是黑人女伶啊，然后是这种比较成熟的这种大嗓音啊，但是却现在是一群就是非常疗愈的小朋友的歌声。为了记录这段发家台湾爵士的过程，克服真侪困难，除了有中西音乐整合的难度以外，训练一大群囡仔有交通接送的问题。为了保强囡仔的族语，也搁请族语老师来翻译，也甲元老协助正音，所以每一首歌拢真无简单。因为我也不会太多个族语。然后再加上翻译完之后我也不会念，所以我当下其实就会需要2个助手，那一个是可以念出最道地传统的太鲁阁族语的长老。柯立婷讲，除了甲爵士乐、甲原民音乐融合，伊即届收集将近60个原民囡仔心愿，甲写入去这张诉求分享幸福的专辑内底，互美众一旦听到这个心声，也介绍有太多故族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希腊中部伫去年落一场真罕见的大水雨，造成真严重的灾情。不过，即马5个月已经过去啊，水到今也未退。这嘛，互当地农民损失是真严重。嘛，因为安尼，顶一日有1000多个希腊的农民去首都雅典抗议。这原本是行真远，不过即马煞正做入现的水，住伫希腊中部农民万杰利诺斯，只好个船啊，看到家己应该收成的行真果全部去了，损失惨重。较悬的树尾煞正做水鸟的生态地。伫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希腊中部去年落一场罕见的大雨，河水暴涨，因过爆发造成灾情。不过5个月过去啊，这水也未退。Η κατάσταση είναι απογοητευτική. Αυτό που βλέπω δεν μπορούσα να το φανταστώ. Όπως δεν μπορούσα να φανταστώ ότι για να πάω να δω το κτήμα μου έπρεπε να μπω σε βάρκα. 希腊中部有数万英亩的煤灰田行人收到牧场，是希腊主要农村之一。不过水无摕真侪珍贵的农业设备也浸伫水内，因为生活受危险，引起农民的愤怒，因甲其他欧洲的农民同款，使火力啊包围雅典的合法广场抗议。伫色萨里，农民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到7.5亿欧元，差不多51亿台票的大水补偿金。希腊政府表示，7月9月半1.1亿的欧元，差不多37亿台票。另外，为回应农民的抗议，希腊政府提供电费折扣和延长柴油退税时间。不过，伫经过10年的金融危机了后，目前也无解清楚，希腊政府是毋是也可能提供更较侪补偿金。Αν δεν βρεθούν χρήματα για να αποζημιωθούν αυτοί οι άνθρωποι για 3 χρόνια μέχρι να μπορέσουν να ξαναφτιάξουν τις ζωές τους, θα έχουμε σοβαρό πρόβλημα.
索萨利州长库雷斯塔承诺会伫4月调抽水机协助排水，另外也会请专家分析，确保原来土地够适合种植，将受损的树仔来挽起来，种新的果子树。公视新闻省略部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0度至20度。还有未来这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